立委陈天辉相当关心台南市安南区落地寮排水系统治理工程，希望会当真正解决水患问题。开工典礼，请动土。工程分为3个工区，去年3月开始动工，目前工程进度有的已经超过80%，有的连1%拢无到。经过立委陈天辉了解，是经费出了状况，因此今仔日邀集水利署、南下甲台南市政府水利局协调处理。跟水利局了解，原来就是包括物条，然后包括有一些工程进行之后才发现说可能护岸要加强的，或是有一些变道等等，那这些都是必要性的工程。那所增加出来的，当然有增加这些工程预算。会中达成协调，将对2工区甲安南区追加2000万以及4600万的预算，由市府照工程进度先行带电经费，明年搁再由水利署优先编列预算支用。1工区的部分，因为目前工程进度无到1%，就先观察波动的进行状况，搁再伫明年初进行检讨，到时搁再将欠款的经费填补水利署编列预算。针对1工区的部分，目前所报的大概是差了1亿多，可是是不是只有差1亿多？我觉得就是这半年先了解状况之后，然后呢，在明年再报我们水利署的一个治理预算。今年2工区一定在10月如期完工，明年呢，这个1工区的部分一定要在汛期前，一定要比他们目前所预计的7月还要再超前。陈天辉要求市府2工区一定要伫今年如期完工，安南区工区一定要伫明年前期进前完成所有的防汛相关施工，而且工程进度一定要掌握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